第一档一个来，除了民众有感觉海洋生物敢若嘛有警觉伫平湖，导致民众翕到本来应该伫日时才会出现的象鱼，差不多有几千尾，伫半暝集中做伙，顺时钟伫遐咧洗，袂输是海内底光烈风。因为伫第一档发生的这2暝，时间点的巧合，嘛互人感觉真神奇。 暗时啊，镜头熊开始震动，啊，就伫17号发生地震时阵，伫咧前远的所在看到一片光线，甲规暗暝暝的天色超光。 规定草道伫咧码头边收水，鱼仔伫咧水面下4根白色的光线。在78号台东小林线等个大规模地震，若出现地震光，平湖嘛有奇怪现象，真真正的草道收做伙，顺时钟安尼收水，就亲像光掠鱼。互夜间钓鱼民众紧摕手机啊记录这个画面。其实早就伫咧爬过大某真侪尾的草道，出现伫咧平湖后街码头。刚刚是伫咧暗时啊，正万尾的草道画面正安尼看。 本地应该是日是活动的草道，煞暗时出现。专家认为，这可能和鱼港或者是鱼群的电火、和声音的干扰有关系。不过特别的现象出现无偌久了后，都拄到大地震，互人想到这敢是大自然的提醒。我有甲朋友讲，那怪怪，啊，这怪怪那鱼啊，那全部拢走出来，拢伫水面咧跳。 啊，佮我讲啊，敢会是地震？朋友讲无啊，啊，佮无真正地震啊。钓鱼的人嘛讲，地震后有影伫咧海面上看到真侪尾的草道，过去捌看过。啊，这敢是代表动物麦当感应到，无人知。不过时间顶的组合，嘛是有真侪民众拢感觉真神奇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